亲若讲30岁了后，一寡粗陋的镜头就会慢慢出现。都出名的插画家画出12个代表变老的情调。那么访问到几内的名人，要跟咱分享因抗老回春的经验。只要坐下来，小腹就有一滩肉。枕头旁边、电脑键盘旁边，出现一堆薄荷棒、白花油、绿油精等提神药方。欢迎光临初老的世界。 人生在世拢会老，但是你敢确定30岁才叫初老？到底老的定义是啥物？会替人家着想一点，记忆力会慢慢变差，然后你开始会觉得身上有一点纹路，变老就会觉得哦，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就好，不要再有这么多新的东西出现。明明也未过30，记忆力不如较早，脑筋顿顿，这是老化现象其中之一。有名插画家巴奈顺子。 趣味画出几个关键，包含下班只想要回去厝倒病，无多拼通宵甲排队，讲好夜场等11点就结束，假日个莫名其妙早起，早顿对奶茶变美食，嘛愈来愈珍惜一个人的时光。另外出面册只为着看新闻，对着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，看甲魂淡风轻，好网友毋敢相信的，竟然全部拢有。 新生命开始经过，要预防老化，人7早8早就老起来啃，也是爱起来叮当叮当。可以去说说话啦，唱唱歌啦，做做运动啦，然后甚至陪伴你呢，能够写写日记。你是唔起床，起床就上班，上班到天暗，天暗搁唔去困，这生活起居无规律。 3个月对互人快老，国民健康署统计，2015到2018年18岁以上个人3高盛行率，高血压占25.06%，高血脂21.76%，高血糖9.1%。就算你有少年本钱，3个嘛有可能互你对健康内目睭筋变成斑节面。How old are you? 7, but I look a lot older. God bless you. 无想要对外表少年年纪的秘密，互动力美女林叶婷来教你。 你的身体，还有你的体态，然后还有你的脚的线条、走路的姿势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。艺人林叶婷不只是妈妈，也阁是2个囡仔的妈妈。这大汉后生拢19岁啊，伊整合青春对照20当前的画面，那会愈来愈水。伊讲想要有一张少年的画皮，就爱减少背手肌啊。 你常常低头，你会有产生波纹跟双下巴，就会有眼袋这边的纹路，然后还有这个法令纹的纹路，还有你的木偶纹，所以这就3个疤。这些纹路呢，都是因为你滑手机会造成的，所以我宁可不要常常滑手机。 无想要有胶粉掉伫面的，就免去切啊上过分。若是嫌美甲上侪做袂到，保养就爱加倍骨力。 我很喜欢敷面膜，我觉得保养当中面膜是蛮重要，因为皮肤缺水就是最大的元凶。有保养就有差，要来我兼顾，专心顶下拢爱动，就是困前嘴袂使动。 在家的时候，你看电视，你千万不要抱着一包养鱼片。比较没有太阳的时候，会去骑脚踏车。即使在白天去骑，也要做好很好的防晒。女性抗老爱即时，男性照完美甲，买当轻松回春。皮肤科医师就证明，将近1架子皮肤筋骨，咱甲镜头搁求较近的，面上拢无看到胶痕，嘛无生斑。到底医师回春的秘密是啥物？ 因为我不是渴就喝它，而是希望说能够喝茶润喉，甚至有让肠胃比较舒畅。原来茶医师的秘方就是加啉茶，无加糖，无加工，对高山茶、绿茶、乌龙茶，茶医师啥物茶拢啉。喝茶本身里面的一些多酚也是有帮忙一些抗氧化的作用，但这就需要长期累积。 花钱容易当两典范，因为回春养生之道拢真简单，免开真侪钱，但重点就是爱耐心继续，才会一无细致铺出利润。